李興華翡翠金城執行長李兆佳係活躍南加州嘅超級車迷，亦係全球少數法拉利收藏家。日前佢喺獲得法拉利原廠支持下，舉辦一年一度嘅超級跑車大戰，招嚟50部各類嘅跑車，仲聘請法拉利歌手 Richard Lord 現場演唱，氣氛非常熱鬧繽紛。今日咧我睇到都好多車都有，我諗50多部或者仲多添，因為我哋 parking 呢度就可能50部，但係我哋仲有啲邊 parking 俾多啲車嘅，因為好多人都想嚟。咁當然有好多新車，有好多新嘅靚車啊！我睇嚟咧最舊嗰個可能都係我嗰部嘅，1964年嘅 Ferrari Lusso，係我啱啱喺 Monterey 嗰邊拍到翻嚟嘅，所以我都覺得好高興，都中意啲老型嘅 Ferrari 嘅車嘅。李兆佳表示，收藏名車不單止於駕馭持拼，佢更樂於對外分享。呢點佢同其他名車車主看法一致，因此佢經常以個人名義參加大小車展，與現場車迷、車主交流，並擴大個人視野。佢話：法拉利有別於其他品牌，其價值係靠住豐富嘅光輝歷史所累積，包括1級方程式大賽上嘅桂冠加冕、具象徵性嘅火紅色車身、黑色嘅駿馬商標，以及打造跑車嘅堅持，種種因素造就今日非凡嘅地位。活動上，李兆佳仲以個人名義捐出3000蚊俾漸凍人基金會，原因係佢獲得朋友嘅點名挑戰。佢話：加州目前處於乾旱，政府立場不贊成民眾如此浪費水資源，所以佢以簽發支票嘅形式支持呢項慈善活動，亦呼籲大家關注罕見嘅疾病病患同家屬。